1947年出生，先始做啦。我打咗56年功夫。太了不起了！那今天的歌我們就露一首吧。怎麼弄啊？你想做咩？我連躲的這個機會都沒有。修身防衛 ，number one，積極係話葉問佢過往生前嘅想法點樣，佢嘅功夫點樣咧？我哋希望係話依照佢個路向嚟到咧發展嘅，因為我哋希望咧。即係話詠春拳係有個標準化、統一化比較好啲。喺度就如果人哋謀財係咪？即係有傳統睇你咁靚喎，想攬下你索強或者強姦啲咩品性先唔使加，唔使加，要等佢個心軟咗啦，以為自己好靚仔，咁又唔會防範，跟住當佢唔覺意就插眼打後，你唔識功夫都唔識功夫都得㗎，插眼打頸打後斬頸，平時就咁樣練㗎係咪？係啊，就咁練啊嘛，打唔到㗎係嘛？打唔到嘅咩？真係打唔到㗎。留手啊嘛。